后来继续要来讲台湾器官移植的手术愈来愈进步了。台中营总的统计，今年已经有50件换器官的手术顺利来完成，所以营总特别举办着追思会，感谢捐赠者的家属。有不少人因为思念亲人，当场流目屎。救护车带走了，都没有救上。阿嬷受气乖孙，才20几岁，就因为脑出血变植物人，目屎飞袂离。他很乖哦，当时都很认真做工作。阿嬷的孙仔是大姊婿，做照顾厝内底的人。当时还有一个已经要结婚有新的未婚妻，变成植物人，家人无法度接受，嘛无法度负担伊的照护费用。阿公决定签器官捐赠同意书，捐出伊的心、肺、肝，还有肝感冒。我就告诉说，你现在要去救人了，你要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的去。代志已经经过1年，但是想到干阿孙还未出世的时阵，爸爸就离开，嘛是做唔甘的。我会觉得老公是个英雄。查囝已经8个月大，妈妈讲等查囝大汉，一定甲讲爸爸是英雄。我每天都在感谢，每天都纪念他们的家属。林小姐2年前的火灾当中失去家人，身体有68%拢是烧烫伤，嘛是因为有人捐出因的皮肤含肝感冒，才重生。因为这样，我也捐出了我的大体。台中营总表示，今年成功款无500件捐赠案，比去年加2成。医师成功的手术有50件，所以举办追思会，感谢捐赠者的家属。不少人思念家人，当场流目屎。但是嘛，做安慰的，就是上爱家人因为器官捐赠，延续更较侪生命。